去暗就是日啊，就是去甲姑婆困，困到半暝吼，姑婆就爬起来，甲迄个日啊就咬死啊，就咧抱骨头咧，抱气哭叫，伊嘛奇怪遮暗嘛哪有人咧食物件？姑婆啊，姑婆啊，就叫姑婆啊，伊讲要创啥物啊？伊讲你咧食啥物个？哪哭哭叫啊？啊，姑婆啊是咧食豆仔啦，我有炸一点仔豆仔来伫咧食啦。姑婆啊，姑婆啊，你豆仔是偌好食，安尼哭哭叫，无你2粒仔互我食好无？伊讲啊，囡仔人哦，喙齿还袂偌勇，毋好食，食了喙齿会歹去。袂啦袂啦，我喙齿足勇诶。姑婆啊，你无啥喙齿，你就会抱我哭哭叫。拜托你啦，你分我食一个，我后摆袂阁甲你讨啊啦。互伊讨甲姑婆啊，就讲啊好啦，要食互你食啦。就举因小妹这砖头啊，安尼举2支互伊。伊看一个讲，哎哟，这是啥物啊？姑婆啊，伊讲，迄着恁小妹砖头啊啦。阮小妹砖头，你哪会甲伊举起来？伊讲，恁小妹已经互我食入腹肚内，食到剩这2支砖头啊，你伫咧讨，我才举互你。哈！阮小妹互你食落去哦。伊讲恁小妹食了，等下换要食你个。吼，迄金仔吼，我巧咧哦。伊就甲伊讲，姑婆啊，姑婆啊，你若讲要食我互你食无要紧啦。毋过我即摆呢足喙焦的呢，你要做者好心咧，你赶茶果来，来添一寡茶互我啉，啉的，你若要食，我就互你食啊。无我安尼打，我互啉落去，安尼淡较好食啦，姑婆啊。伊讲哦，你这查某囡仔阁安尼遮尔勇敢，那安尼好，袂要紧，好姑婆来赶互你，赶互伊，金仔吼就足巧的，就讲姑婆啊，姑婆啊，我这茶啉了吼，我即马煞想要放尿足紧的呢，较紧的，互我来便所。哎哟，放落去啦，废去啊！全你的代志，姑婆啊，拜托的啦。无你是惊我走去是无？无你若惊我走去吼，你摕一条锁啊，你也绑个，甲我绑个，我来去放尿，若放好，我就随时来互你食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嘛有理啊，好，你伫咧放尿有放无放，我拢知哦，你袂使后壁走哦。姑婆啊，免烦恼，我袂啦，我袂走。今仔就去放尿，伫迄放尿的所在哦，伊就安尼茶果甲伊绑喺边仔的一支叉，伊就会安尼通，互姑婆啊，伊就想讲有咧通，就是还阁咧放啊袂好，尾啊吼，放啊久啊，安那放啊袂好，好姑婆啊就讲金啊，你放尿放啊久，放啊袂好，咱拢无反应，点，好姑婆啊转走来看讲。哦，这个查某囡仔遮巧安尼甲我骗啦，做为后尾门偷走去啊，安尼好，对，我来甲你，今仔咱较紧看到大丛前啊，咱紧爬去丛仔顶遐味个安尼，丛仔下骹阁一窟水，清悠悠，好姑婆转直走，直入来靠这丛仔遮，看到迄窟水，哦，这个死查某鬼啊吼，价值真好，等跳落水个味伫水内，好，我即马吼跳落来来食，落去一直摸，那摸无啊？奇怪，我看伊伫即内底是安怎会摸无？好，毋信，伊就迄水就一直呼安尼，呼甲迄水干，水干嘛无人啊，就搁甲放落去，一时啊，就搁看伊伫水底，就要搁呼。今仔伫咧丛仔顶看一个煞爱笑一个，砰一个，好姑婆啊，就打头起来看，哦，原来你就是米伫迄顶哦，好，就。